尤加實驗大概喺2年前嘅時候邀約我做今次嘅展覽啦。喺準備期間，身體就出現咗呢啲嘅狀況，我就有段大約1年嘅時間，其實係唔能夠工作嘅。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令我產生咗對於醫療或者醫藥歷史嘅興趣啦。無意之中認識咗藥效形象學嘅呢個說法，咁佢就會將植物嘅形態同人嘅形態作一啲嘅對比啦。然之後就相信其實呢個係可以醫治到人有身體某個地方嘅疾病。喺個資料搜集入邊揾到嘅好多一啲木刻圖像，我覺得係好有趣，而啟發到我成為今次創作嘅靈感。其實我好希望我嘅創作係同尤加實驗嘅一啲特性係有多啲嘅聯繫。佢哋有一個小嘅農莊入邊係有種到石榴啦。咁呢啲唔同嘅點滴其實有幫助到我去促成今次嘅創作啦。今次嘅展覽係呈現緊我而家喺我生命入邊我自己思索緊嘅一啲事情咯。我會形容佢哋行入嚟呢個展覽嘅時候，好似進入咗我腦袋想像嘅空間。我以往做作品嘅時候，我唔會諗好多觀眾係咩狀態離開嘅。但係今次其實我係有一啲唔同，就係我觀察咗好耐呢度嘅觀眾群，可能係有老人家、小朋友，好闊嘅觀眾群。咁我都有諗下，其實我希望佢哋帶住乜嘢心情離開？我希望係一個療癒同愉快嘅心情離開咯。